我过目，五谷丰登，即刻涌来。无懈可击。雷杀，闪！文书强制，文才可活于文手，强才可活于才可活于运筹。分量势大，暂不与尔等计较。火杀！无中生有，复国臣之本分，何敢图于陆勋？讲经验言，实非治国之道也。万箭齐发。列祖兵临城下，诚于年初，一破何妨卧龙出山。明日正为吉日，当举禅位之典。